我喜欢她，不仅是喜欢，我还要娶她为妻。我们两个从小是青梅竹马，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她，我就喜欢她。龙岩兄弟，身体好些了吗？陆大人，不必多礼。我从丰都远来，所带物资有限，这盒人参是我一点心意。谢谢你救了风将军，保护将军是在下的本分。龙岩兄弟，我不是以监军使的身份来谢你，而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。谢谢你救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最重要的人。我喜欢她，不仅是喜欢，我还要娶她为妻。我们两个从小是青梅竹马，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她，我就喜欢她。这么多年来，一直没有忘记。当我知道她跟她爹在这里镇守边境，中状元之后，我主动请缨，任监军使，借此来接近她。陆大人为风将军放弃大好前程，在下佩服。谢谢龙岩兄。那么这盒人参，请务必收下。大家辛苦了，我敬大家一杯。风将军，风将军，风将军！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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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吃吧。兄弟们，辛苦了，干！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将军好酒量，多吃点啊！好，谢谢将军，谢谢将军。来了，这儿，辛苦了，将军，不辛苦，将军，干！干，将军，来来，哎，少喝点，不行我替你。来干！辛苦啊！来，各位，多吃点啊！不行，这个陆征到底懂不懂男女有别啊？哎，陈瑞，哎，你看到陆征的手没有？你看他。但是作为监军啊，这以后的酒我替他喝了。来，干！哎，一起干！来，赵将军，你说这陆大人是不是喜欢我们将军？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干嘛说出来？不过，这陆大人跟我们将军，这男文女武不太合适。你要知道，咱家将军是天选奇女，万中无一，而这陆大人家世好，人品也好，虽然文弱点儿，也算是爷们儿，可以了，男才女貌。哎，那我们是不是快要喝喜酒了呀？别瞎说，一会儿让将军听着。我这也是替陆大人担心。难嫁。哎，来，喝酒，来干！喝点。来，兄弟们，再喝一个，干！好酒量啊！好酒量！